老婆，老婆，你有发现一件事情吗？阿公都坐往前面来了。我给准备我鸡血的。在台北有10个女朋友。一个都没有。那我在 IG 上看到那些是朋友。今年班长。我讲爱师傅忙啊，切肠忙，去甲油温袂倒咧啊。那你妈妈看。哦，油温不多了，较紧的哦。夹了哦，较夹了哦。你用树的阿婆带一条哎。没有了，因为我自己也有遮啊。要不然他动来动去，我会晒到太阳。哦，你该调味黑马该。都出天。毛豆啊。毛的，你们看毛该啊，毛豆。哥哥先慢点，先慢点。告诉豆腐。自己猜了。3条不。是不想做是不是？你们是？好了。不想做。Hello， 各位电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手藝全創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中把票。今日夜宵呢，你是喺店嘅當久誒，真嘅係師傅嘅期待。用班人講呢，因為你嘅節目哦，台柱主廚們就會深知師傅。佢大概就有講到，佢有一個願望，就會希望做得賺到嘅故鄉，各位呢做出來本嘅阿婆是。今天我們這個願望要實現嘍！哇，一家之主特別企劃阿志圓夢篇，橫批명風來咧！今天聊這個流量哦，收視率全部搞到一邊呢。對，那你怎麼在這？就是要做一個比較，哎，好像就這個比較，它真正長得又真差啦。好了，今日真嘅動聽，而且我們今天的觀眾也很多。對啊。前老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之前老分享到嘅係阿森之師傅。大家好。就準備好嘅心情嗎？有嘞哦，來嘞。好，大家咧翻到係親友奉喜。大家好，大家好。好，馬上來分享到你阿吹呢，當然也就是勝者圓夢隊伍，今日唱到家嘅阿婆韓國哥哥呢，強下來都要特別來參加，分享到小米記冠軍，哇！抱一下，哇！咱嘴裡片哦，你係好朋友。好，來，莎莎來紹介一下，係來自吉安哦，媽媽佬來要強下來哦，七寸蘭風中煙。我很不習慣叫他中人呢，為什麼？他有個藝名叫做米勒。哦，米勒。哇！啊，你阿條本身就係好朋友係嗎？係啊，係好朋友啊。係唐公係。帶聽啊。帶空啊，是室友這樣，就是同一個房間、同一個床這樣，感情很好哎。那今天到底要怎麼比呢？我們先來 sell gay 哈。小明阿姐，你阿孫你動腔唔掂嘛？唔會揾我。係啊，佢當我做菜嘅。唔會揾我啊。係啊，跟你年代喺廣福係嘛？廣福也特別人家就推薦嘛，個好高好食好料的嘛。大農大富該森林園區啊，佔地青苔。好，頭擺有該風箏節。還有總統一表演。真嘅？係嗎？還有重歌。哇！挺好穿的。夠天哦！這樣子我也要去嘉義呢。唐宮社區街係帶到光復糖廠地北都哦。現代的糖廠哦。日式木屋建築，你我給董江哎，我有住過那裡的民宿，台農泰富給島邊。哦，咱拜落去聊聊一下，啊，不過去娘不卡泡茶哦。好啊。除了光復里亞片哦，花蓮繼續動作的那種很好玩的地方，比如講吉安鄉就聽我紹介一下。總家書院。那個裡面有什麼？梅花鹿啊，日本和服啊，做翕相，又有簡餐好食。哦，今日係比賽時間係好朋友哦，不過這個先前的準備啊，新冠組就先準備好咧哈。好，已經準備好晒，跟冠軍的姿勢就敵嘅，馬上就會進行踢館嘅挑戰。料理風流蛋，梁翠會用現代嘅方式接近主要食材，3點半先指定愛做嘅料理。第2之前，唔啲會知道乜嘅食材嘅情形之下，梁翠會因為條件中撒變到手腳來唔參麼？還有梁翠冇手到嘅食材，未為咗煮出來做示範，到底會變出乜嘅上道嘅料理呢？最挑機、最神奇嘅比賽，啱是開始了。你們也是被料理風流蛋啊！一聽會懂精彩，因為我心裡面已經想好說，都得要慢點出來猜拳了。先公布菜色：肥腸茄子煲、
哦，对，往冲了呀，往摇推，这些都没关系。对，好，重点是怎么玩？来，冠军，来弥勒，你们的品种石头布卡是怎么决胜负的？就怎么玩，好不好？你眼神会不会太傻？眼神吗？制作单位请鲁曼了。万华那边的，我会讲哦，万华的，万华的，我猜拳了，好吗？好，剪刀石头布。哎呦。先赢不一定先选得中，没有。那我就好，1、2、3，催眠黑马该，非常好，啊，走的啦，走的。米果，哎呀，刚够厉害。好，1、2、3，不憋果呢，来特写一下阿坡，特写一下阿坡的脸。阿婆，那个是南瓜还是？这个不是呢，这是长了刺的南瓜。大家刚刚有听到川南姐笑得很努，不可能。所以你要地位都黑马该看一下，好嘞。哎，有了哦，师傅大材小用了啦，要展现你的厨艺哈。我跟你说，这个好啦。咁得啦，因为几两天是朋友啊，用芒球弄嘅食材都。那我要争取，给不你要厨师天数矮化，甚至可以帮忙10分钟吗？刚才讲贵是太久了。你看，有发现一件事情吗？阿公都坐往前面来了。阿公，你看帮我给准备我鸡血的。你刚刚知道嘞哈，都带黑马的东西哎。哦，马上就来进行体育馆嘅挑战。上個都帶你風吹出到一個目標過係乜嘅呢？其實也係當好嘅，人家講佢穿長腿尾上係果子哦，佢係當好嘅料理啦。而且就像阿母卡來講嘅話，你會講留佢媽了，留嘅煉果啊，用下來拿來打冰沙，超好喝哦，超好喝。他們菜系就是做冰沙嘛，等下。不一定，佢做的就係當好嘅直接搶出果子。係啦，好，我想問看一下，我先幫他們打個強心針。好，風吹有信心嗎？有阿志，你未門款來，阿婆有信心冇？有凍水冰箱。好，你談看下咱處理一片哦。哎，雖然唔係主食菜哦，但是我覺得米飯啊，還會做得。看下咱處吼，有信心冇？有，加油加油！用最最已經準備好勢，現場馬上開始倒算，3、2、1，搶開始！走嘞，來！極力的幫甚至爭取好不好？給他2分鐘的時間啊！對啊，因為那個都要用板眼粥嘞。主要是因為很難得在節目上走得到阿婆。對，我直接跟你換位置，走最前面。來，那這一集就單人主持。對，哦，居阿姨。用哈，竹蟲嘛，竹蟲。通過，通過，老水嘛，老水哈，老水。我覺得我們把畫面留給阿志跟阿婆的相處，對不對？也很深啊，就是老阿婆還有用那個廚房還有天數。等一下，冠群拿菜刀可以看嗎？這個是要挖掉嘛，對不對？用兩個同時。用裝起來。都已經看出來，雖然係利用用體啊，但是專長不不一樣。冠群，你的專長除了闖購還有嘛？講笑話啊！我都會按讚哎。他抖音40萬粉絲沒有啦，很少。我們做人要謙虛，要謙虛。我YouTube啊更多。割路，懂不會切呢？阿婆懂不會切咧？這個泡泡嘅吼，懂不會切。阿婆，你做過駐倉的料理嗎？我這個食得有啦。係啊，寒生嘅時間，阿婆就會煮蔥炒薑絲肉。哦，你有試過生蜘蛛的料理嗎？哦，冇。沒。就是天肉會嗎？哥哥的講一下，哥哥的處理一下。怎麼講呢？當天就啱嚟啦，哈，啱就煮好食的。那小美姐可能沒有時間好煮啦。小美姐，我攏講一句廣東話，也朋友都有食過，冇食過，按肉鹽醋。對啊。唔錯，佢啱做。鹽醋啊，等下叫人天數2分鐘，這樣做得。等下用聽了。是這樣才夠吧？平常沒有幫忙。不是刻意挑夜班車哈。因為我當下是阿婆煮嘅菜，我就特意晚一點，唔會煮啦，當是阿婆是個。回去就自動不會煮菜了。係啊。結果阿婆忙學到做師傅嘅順呢做嘅菜，結果冠群煮嘅菜。冠群，等下冠群你在幹嘛？你救你哥一下好不好？
你要看他。冠军，我先讲哦，我们只有一颗木鳖而已，摸了一颗。有啊，我切的很好啊。不是那个皮啊，上古老咧，摸好贵张硬啊。哦。我这大爽哈，煮底啊，我就又重啊，哈。你家有重啊？哎呀，甚至受不了。坚持没有强动啦，对，没有任何原则可言啊。那个阿志，你问一下阿婆该想法。哦，电他用板粥。等下哦，这里啊来先汤好，滚了，汤好咧，汤好我就来个会，就来先炒了料，料炒好伊个了木鳖子我将压落去，啊，怎么样这？你要做嘛个先通过啊？你你熟的熟吼，你按锅煮咧吼，我烫一下半鸡下好，很袂个会。阿婆。你头摆就处理过做过木鳖果的料理吗？我这个是个皮泡贴，我就切啦哈，那个焖排骨。哦，排骨汤哦。哎呦，焖排骨汤。看一下怎么两兄弟会那厨艺可以切身体的人。你有厨师帮我吗？阿婆，我跟你讲，冠群也是会受伤的。莫小都安台上。他们俩真的差太多了。厉害哦。好了，我这边虽然很精彩，不过我要勾一勾。看下中人该点。哔哔哔哔的哈。来！哦，春兰姐切钱哦。哇，半桌师傅嘞，强哦。真劲哦。哇啊，那怎么让中人拿刀子哎？因为他是仙桌。啊，中人，你平常在家有煮菜吗？你确定辣椒要这样切吗？你老实说，这一次节目机会是不是你人生第一次拿刀子？对啊。对。平常都是戏剧要求要拿，因为是为了我妈拿。哇！先问看出来姐，也给生意呢，从小有乖吗？有乖。真劲哦，给关起来，讲乖。乖。这个听得懂，这个听得懂。该有好有演好吗？有。真劲，所以我要帮中人澄清。开启嘎都认为他好像是很爱玩。但是其实他是很温柔，对不对？亲得心啊！咁我今日突唔強下，來下特別前唔強下做節目有強冇？有，真勁嗬！哇！家用羊嘅法嗬，係羊3千元，結果換3班的元好冇？好。這個什麼的呀？套話套出來了。所以今天中人的這個功能是來切辣椒嗎？對啊，來切菜。我今天不得刀。好。兩罐佢就出示挺胸來。哎，對。手燈用機。我用啊。我們料先備好，先把這個。對。哎呀，我們先。你有需要嗎？對啊。那是沒有，媽那麼優秀，對不對？啊，中人有接賺了佢媽媽嗎？2個月左右。太少了。但是因為他真的在台北很忙啦。對啊。忙什麼？因為在台北有10個女朋友啊。這個可以講啊。不行，一個都沒有。那我在 IG 上看到那些是。那個是網友。朋友。聽野班長們講的。啊，顯夠厲害哈。怎麼你站在這裡？你確定？真的。你站在這個甚至出厲害。俺弟弟買光頭。我先慢你。高。我自己猜了。跳步。是不想做是不是？你們是？好了。不想做。都放棄。來，他剛開師傅忙啊，切條忙，佢油溫會倒咧啊。那你慢慢看。哦，油溫會倒了，較緊了。較夾了哦。怎麼你站在這裡？你確定？真的。甚至出厲害。俺弟弟買光頭。甚至還是要讓他延續。會彈人呢。會啊，他那個會飆。好。師傅幫我。兩個一起。廚師幫我。好。我搶吧你。應該改做順住順了聽啊，讓我改。順住幫我。哦，來。等下哈。哦，2分鐘哦，哈，2分鐘。來，應該啦，切，應該切。好，先看一下。順條。這我先拍一下。好，2小時計時開始。幫你炒一下哈。大概幫你切開細點。你不能動。冠軍把他綁架了。呀，等下幫你切開細點哈，等下就好了。好。中拍哈，幫你炒。哎，這個畫面真是太神奇了。看啊。好，幫你炒。哇！調酒，調酒幫你試下哦。阿婆，看啊，
然后上的动飞。两杯痛喊哦，老一输的痛哦。哦，天哪，跟阿婆一样甜嘛哈。哦，不要再太甜哦。哇，客家香水。哦，蜜酒。哇！哦，还有点水哦。阿婆，你上那道快炒100吗？有。快炒。哦，好嘞，好嘞。呀，等下哦，不给收汁，收汁了解建炒，就落去，哦，等下了解就不给一批拌一拌就好了。那这个还有时间呢，不切啦。哎，还有1分58秒。哇！到了。你们有刚才看到吗？刚才那是冠群切的。对。哦，不是不用按动。哦，一半就好。一半就好。好。大家有看到吗？这是700生吃猪盆阿婆生，而且都给它面前。刚才这个画面太美了。哎呀，哎，自己截图哦，哈。对啊，阿婆要的素饭没关系啦，通放下去还好。哦，通放下去。其实冠群非常照顾盛之，真的哦。因为一黑以及声音线塞到推边，然后后来甚至再搬上去，他帮忙分房租也是有啦。没变。哦，你就剩下那个步骤哈。哦，本日哦炒一炒就好了哈。哦，我炒我本日炒。恭喜菜哦，在木鳖果的人哦，它是莫塞狗哈，它是有点围毒性。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对对，该直摸一些咯。可以了，可以了，可以。好，我要去救中人了。来来来。哇！有要现在用吗？有啊。10天素奶来。10天素奶。哦。哥哥先慢你，先慢你。2位都走的，来是他。好朋友，都可以，你告诉我。哦，自己猜了。赢得吗？赢得吗？赢的。好嘞，走3条步。是不想做是不是？你们是？好了。他不想做。来，王者归位。哦，公平哈，2组就会天。先款他，款好嘞哈。好，开始。哦，2个酸条哈，不给逼哦。悠啦哈，哎，中人，你是心机安丢了，你认识他这么久，看过他做菜吗？对啊，他在家很少，都是做给小叔吃哦。为什么都煮给女朋友吃？完全被排挤。哎，你兄弟在你心中的分量这么低。哦，来看他哦，不给炒一下哦，勇嘛哦，出来哦，还有酒给吃一下哦，哦蜜酒，哦痛哦，咸味痛咸，老一说的痛，水。哦，亮就做对了，用中下一烧，哦烧。哦，笑不是切了，不是切，他用太低哦，他刚引就会好客哦，不给中下来。哦，不给烧，哦烧到冇水，哦，了解吃盐插，就做中下来，了解哦摆盘中下来就做对了。哦，因为烧够辣的。哦，很久时间吼，我习惯了嘞。哇，你好，2组都表现得好好。很 gentle 哦。哦，上班，好的，好吃。哦，都酸了哈。哎，可是你2边差很多呢，真是，你不能这样子，先倒对吧？就说2个不给烧一下就做对了。我们去倒数，我们去倒数，好嘞，好。天场马上开始倒算，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试试看哪第1关都在哪一组的料理较赞的哦。刚才这一趴呢，真的是太精彩了，而且涵盖有节目当中100出现的木鳖果哦。大家先来试试看那风吹的料理。哦。木鳖果其实给有一些覆感咩。所以吃起来呢，有一些像果冻一样，有点像蒟蒻，没有这么 Q 的蒟蒻。那吃到给我转感的米头以后呢，还没第100吃到。那刚你之前就补充听听。哎，木鳖果切得好也不简单吧？冠群。对啊，差一点切到手，没出声音啊，就是哦。听听的啦。对啊，相当厉害。朋友之间不客套的哦，没有客套的，我完全发自内心。哦，你确定？对。有点浮夸哦。喺度2天嚟補充一下，其實木鳖果啊，它家下民主就小改，基本算嗆菜，基本算果汁。那它其實它營養價值非常高，它茄紅素係 tomato 啊25倍，25倍非常好。我個地盤都係籽啊，家下講啊，做乜嘅冇摻落去，因為佢係遇到圍毒性，佢就聽我曬過變下腐掉以後，它才會有那種實用性。
你要了解哦，该风吹个两头吹以后，而去看那米板，米板，这个是甚至只有用了55秒哦哈，连5秒都不愿意给。还没冻好食，真紧就要从个挖过的，煮成个酱香梅啊，还有个起层叉的，哦，好吃好吃。我们南北呢，他家都不卡，没做了吃做看呐，就老水拌的呢，过来煎一下，有冇跟米酱啊，个煎个还有青香呢？适当的这个煮个吼，挨巴肚哦，嘿，世界最好吃的，唔讲，该头先适当蓝队该有冇该水拌的哦。原来是宇宙级的哦！你真的是浮夸级的真的好吃，那个搭配起来哦，真的是有搭的。真劲哦，刚等一下还有一胎盘全部本身了。没相关啊。今天胃药带的不够多，是不是？我觉得我们是打5分啊，因为那5分是主厨帮忙，是小智帮忙，所以说小智在工作的，所以我们3餐靠小智煮。哇，可以耶！2位哥哥自己达成共识。哇，虽然两片哦，阿举师傅全部有腾讯，不过观众朋友到2片呢，都好奇讲，到底师傅用样板评分，大家来看哦。甚至直播抢本书。耶！哇！合理啦。阿婆去听的呀，不要这样矫情，他一定是这样选的啊。对呀，不然阿公在场外要站起来的呢。对呀，阿公对了耶。好啦。好，大家看一下。2日冠吼最每日票的分数，阿峰哥抢本，哇，听球。哦，甚至师傅，相比起更公平哈。哦，都懂好生哦，有酱香，还有个甜味哈，让食材呢整个搭配起来懂好生。我先讲蓝腿两片好了吼，蓝腿两片该水拌的吼，伊就剪过，伊个香味还有一个酱汁都会发布在上面，懂好生。啊，外尾部分凤腿两片的黑牙婆，我会录，公平、公正、公开嘛。讲好笑啦，啊，不过了解目标国个食材啊，较少看到，马动少年来做，就做出了解梅头啊，都唔简单。好，感谢。阿凤哥反映的公平款，蓝腿全部的梅头都有煮出来，哦，啊，其实餐的梅头没有落皮啦。哦，啊，我本该风队哦，其实我个人啊，我还是讲，该北场啊用煎的干煎本地的梅头，再更上一层楼。好了，两组呢其实都表现都十分好，而且刚刚呢有看到世纪大合体就会甚至呢老家好朋友老阿婆会叫他来做菜，不过三下人呢也一关清神奇咯，年代系牛凤师傅来表现料理啦，不过看一下佢都在用嚟来做呢。因为人家都会后院呐，不给出豆注射才雕出来耶。哎呀，对啊，但是我有一件事情要宣布，今天你虽然是 Kilo 的 IB， 可是总主厨是林胜之。哦，等下来分工系怎么办？对你负责当2厨备料就好。我系切菜的，啊主厨系鸡。好，昨天哈，我等下有俩 KO 又要落去铺啦。哦，俩由我他忙打哈。所以就讲来下够掉咯。我先摆脱鸡哈，2个半切。本来切到一。CD，还用一切呢，你下个雕吹哦，长尾本意就较好个口感哦。因为做得做得哦，都用雕吹用虫就做得了。哦，像人家蛀虫因为还处理过哎，但是如果自己豆腐卡会煮俩头菜，这个要怎么样腌，怎么样卤？大肠头的东西啊，你做在洗肠的以后就要用卤的，莫不卖个卤包，卤包调油哦，用卤的方式，煮好的时间按过来切的是别人用的卤大肠啦。啊，假使我味道给什么还好看，这加变通做得。做得了哈。你确定一次拿4个可以？做得了。一次4条一起切。哎呀，你是要起来了？哇！你今天感觉在拼呢？哎呀，有吗？秀烟唔秀啦，我讲我师傅慢啊，切肠慢，佮油温袂倒咧啊。那你慢慢看。哦，油温不倒了，较紧了。夹了哦，较夹了哦。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现煮一半？因为我的形状会绕开非常的强用爱用脏不好看啦。好，还有嘛？该注意个茄子有没有？它现在就轻讲过会变色啦，有什么要注意的？甚至师傅雕出来有没有变色啦？哦，雕出会变色，迄机会就该氧化，然后本意不用水哦，白醋不用下落，伊该克制氧化哦，伊就唔会变黄铁嘞。
哎，师傅讲完了动作的部分要加快吗？两辣椒又要切片哈。一个冰水、冰蒜子，无相关啊。因为俩无轻度没关系。哦，了解炸个雕春吼，油温要高，要180度到190度。用板嘞，无油温无拉呢，佢会变色。哦，安尼下落了哈。哦哟，因为应该冇试过，因为啲嘅180度。经验，嘅经验哦。哦，不可以炸到，不可以变大概紫色就好嘞。不是本来就紫色，不是吗？啊，不过无油温无拉呢，佢会变浮贴，会变浮贴，哦，然后就会经验啦，吼。师傅，你要切木猴吗？按用就是好嘞，按用好嘞，因为了呢，我切不可以冲了个配葱、平庸葱，哦，按用个菜呢，才会一致，才会好看，才会好吃，吼。不可以看到吼，了个雕菜吼，圆圆的吼，就做者捞。但是俺有一个问题，一调出来用泡过以后，基本是油的。就油温要拉吼，要拉吼。哦。哇！就用迄雕吹色嘞。你看按用，就这样哦。好，师傅，好嘞。你看那炒啊，炒没？哎呀，你根本是主厨呢。哦，你做得好。强嘛，酸条哦，不可以炒，不可以炒香。觉得方哥的讲话里面好像有点走酸酸的。你就说点酸，有一点那个干嘛改了？应该搞葱哦。是不是干罗旺果有点吃太多？就会说点酸的哦。你靠停按用哈。靠停了，还用搞，还能干嘛噶？按用就好了。好，大概配重哈。你阿个係香嘅梅頭，吼，你阿個吼黑色嘅香梅吼，係。也是一天要炸過，炸過一皮吼就冇強呀，個台窗就有個煎過咧。啊你要破好誒，等下下落去跳跳啊，啊一定配料，按住好了。哦，原來今天俺這個大主廚係兩味，係嗎？來，節目錄了2個小時，你都連阿張發現。你用素的阿婆帶你條哎，沒有啦，因為我自己也有遮啊，要不然他動來動去，我會曬到太陽。中人也躲在冠群的頭部，對啊，是啊，我怕頭皮曬傷，他的臉到上面，我們全部靠一個秀眉姐，重點不保養。哦，你阿個調味黑馬雞，都出聲，毛豆啊，毛的，你們看毛雞啊，毛豆。哎，还好他讲这个金春豆啊，这样子念的。那这个大主厨係兩味，係嗎？來說，節目錄了2個小時，你都連阿張發現。太痛苦。廚師天生來啊！好，應該都開牌了。好，調酒哈，不給醬啊。OK，試試嚟哈，不給炒哈。用不出來咯。個豬葱本身係鹹嘅，冇相干，好，留出嚟糖，好。又是跟阿婆一樣甜啦，哈。好。米酒，哇！炒豬葱係順啲啊，係強用噶。胡椒啫，我幫你炒。好，葱，辣椒係嗎？哦，多啲好嚟嚟。多啲好哈，多啲阿婆，多啲好。哦，好。多啲炒裡面哈。哦。等一下，你們安靜聽我講一下。你會發現冠群有一個很貼心的動作。對呀。你用素的阿婆帶你條哎。沒有啦，因為我自己也有遮啊。哎呀，壓下來，他怕阿媽動來動去的，屋頂壓要扶好，要不然他動來動去，我會曬到太陽。哦，既然差好嘞，而且中人也躲在冠群的頭部，對啊，這怎麼回事啊？我怕頭皮曬傷。對啊，你們那個畫面真的太好笑了。所以個起天菜係最每講嘅表哈，最背面就像個三杯料理中央哈。所以你要吐出來怎麼個？怎麼唱到你做愛用亮晶晶啊？有挑住就黐到，有糖，有糖，有了解雕出來俾炸過，佢會較緊色，佢就唔會變色咧。啊，主要係因為阿婆今日要到現充吧？係啊。好，好嚟，師傅好嚟，好嚟，哦，什麼？可是關主是秀眉。對呀，關主啊，哦，因為本地好嚟嘛。你要做啲麼？做啲咧。做啲哈，咁做啲點回來哈？對，回來，啊，已經往我嚟啦。一百很輕鬆哦。出湯嚟，很講哦。沒有。
紧的呢，有办法。一吊锤的什么吼，全部用你梅的。哎，真紧。来，肥肠茄子煲，按钮就好些喽。哇！我们给我们的盛智师傅一个掌声呐！哇，做了100，做得很好。但是，小妹阿姨有人讲哦，呀，迄所有佢做过料理底都最简单的，佢搭摆落啊，都掉嘅嘛个外星盘子啊，巴拉比包一太多。啊，你现在吃可能也出料理好吗？哇！米是动针的诶，必须抓头出来，就是给它蛀虫。蛀虫本身是动就梅的，韩国给吊出来，那个吊出来又软又总在点色，韩国热梅，哇！刚刚米西啊，然后一般该吊吹无强用，你们爱迄新强势吊吹概念。可是你是江江哎。哎呀，我不会该吊吹新的就烂哦。哪一家要讲出来？哪一家？那个台北车站某一间。你还会 QQ 还吗？你聊到 QQ， 吊吹 QQ， 青老师。那我问一下中人好了，只有一个字可以形容，嘿，太好吃了。那个是太好吃了。你不会算，惹哪里去了？就是满足感。看得出来后，大家非常的中意啊，知道七师傅的那种走出来的料理。你要问谁？对，要问谁？你们俩各自补充了好不好？真跟讲吼，然后炒肉冻吼，去下街吼，肥肠去煸到甲姜梅又出来，啊，铺的丝更有嘟嘟吼。东欢喜做的老七师傅强下做一出吹。哦，你看起来冇清欢喜呢。好啦，今日正嘅同业天使同好哦，很捧场。不过我讲一下，跳前一毕业，马上了金行最杯米馆嘅挑战咯。做下国家料，强用日出料理，大家都会照冇强用嘅料理方式，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度，发挥自家嘅好手艺，完成具天嘅菜色。到底两嘴会掉出乜嘅澎湃料理呢？一家之主等于强下国家料咯。益智问答时间又来了，就是花莲之光黑马盖。来，秀梅姐请作答。干嘛啊？黑马盖。林记哦。哦，林司机啊。答案是三苏。好了，我考一下我们花莲之光啊。那三苏的哈不能用办公嘞。迄山树吗？我们这是种草啊，讲的种草。讲种草，我讲到种草，其实真嘅系花莲自贡哦，地北都又改啊，又贴啊，它又动都有膳食纤维，所以它的这个以野菜来说啊，这花莲产量的体积များ的呀。真劲哦，你都给按有营养加吃了。对啊。哦，而且它种在一个它营养的蔬菜，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电动热对吗？哎，像今天这种天气就不太适合。哦，这就太热了。今天就会用种草来做料理哦。好，现在我们看下风吹，利用种草带出来嘅料理，都蛮妙。用豆炒咸猪肉，哦，加水杯米馆的哦，有信心吗？有啊，加油了！哎，我们中人也没算嘿，花莲自贡呢，超在抖音上面的粉丝完全碾压现场所有年呢，真的。哎呦，因为那里种草哈，做嘛个料理嘞，种草炒肉丝，就是中人小时候常常被炒肉丝这样子。虽然好朋友，但是不要手下留情。好不好？今天水母一罐有信心吗？有哦，加油！两组最近这边好些，而且两组都是人力发电职工哦。马上都算3、2、1，抢开始！抢开始！哎，阿公会提这白送天是吗？哎，今毛去就去老眼大擂头，直接冲过嘅，动尾冲客家锅。啊，不过佢做出就做可用嘛，做出就快挨落就好了。哦，好了，没了。没有改你那个切青菜，我不会切。等一下，我听到什么？你不会切什么？我不会切肉。有听说你是拿麦克风，不是拿菜刀？哎呀，哎，冠群哦，发新歌了哈。哎，哇，等了俺给我总算又发新歌。我出了3张单曲，哦呦，就慢慢发啊。按刀子啊，刀子啊对。你会切吗？我会呢。哦，这个葱很好切。啊，亚布卡，我接葱煮呀，蔬菜要用诶。对啊，系啊。
有啊，我在公园啦，人家拢会去买的啊。会想到安永盖米丝啊。那个刀子不要挥来挥去。那这个怎么切？那个切这样，那么长就好了。你来考一下人家阿哥，一定要会切该条像这嘛。哦，你该调味迄嘛该。原住民豆。该，系啊。原住民豆。该安用。露出听。毛豆啊。毛的，你们看，毛该啊，毛豆。比较小了。哎，还好他讲那个青春豆了，变福音了。露出头啊，露出头。干嘛该？干嘛该啊？吊锤啊！吊锤耶！哦。三叔嘛，三叔 CC 时节就有生嘛。哦，不过就怀念爱料在米西，哦，去台北多些个时节啦，哦，没有去该热炒店些啦，冇阿婆该米头啊，哎呀，他就会隔天就直接回来打脸，用阿婆啦，阿婆注意下哦，sit 然后就多转移。啊，应该很应该不看秘密武器哈，该动力头哟，无通使该，哦，厉害，唔係無通使，無錯，日頭使嘅。咱未天那下使啊。未天那下。足夠人起來使。要跟那個錄出腿嘛，喺阿婆做自家中間。哇！就帶動作來滾太架。係啊。哎呀，豬肉咩豬嘅咩自家學嘅。沒有，確定哦。可憐。冠群，你今天的分工跟那个中人一样呢。因为这个很难处理，这个是主角最重要的，还有那个也是主角，所以要交给主角来处理。哦，好，那我们先过去。好 ，OK。哦，根本太贼了。哎呀，这个是什么肉？梅花肉。哇，就是你开场有介绍那个梅花鹿的那个梅花肉嘛？是吗？这样会误导观众。没啦，准有啦。这个迥筹啊，等一下有绕开梅花肉迥哈炒。那有这个在家里面有没有先练习过跟妈妈？其实没有练习，因为以前小时候我妈妈就常来煮，所以不用练习。哇，完全凭实力。那你这一关负责看呢？那不是我们的工作吗？可是会不会是其實佢當叫模式到媽媽煮嘅菜嘅？係啊，因為佢講兩張眼。對啊。轉日白。有沒有轉來做這個媽媽煮嘅菜啊？對啊。煮嘛干以清好食。他煮的都我都愛吃啊。沒有。對啊。是因為他現在拿刀子哈？不是啊，只是臉部表情有點變而已啦。你按樣子嘅狗具後，我們走在現煮狗一下，等下會做嘛計？要切好多開始炒誒。嫌我不夠炒這樣。唔係啦，都70粗都唔是夠鹽膏啦。哦。所以要先給它醃一下。沒有，唔是醃，不用醃，直接炒就好了。直接炒啊？直接炒。好。愛快火嗎？愛。可是，전환技搶高一下，也該較講。敢唔會買嗰種皮油車位都有。五花肉。五花肉。不卡你弄是講究又好，是講究哦，中人喜歡吃，然後是講究又他們是配的啦。好，我們先過去，等下過多轉來後，怎麼蓋起來？客家餸哈，哇，大家都知道用音的哈，真正我我會翻哦。喺你一擺得到聽眾上有熱心，就會繞場機會服務。那你有沒有分獎金給他？那個有車嘛，後告之後嘞。那你知道他領到10萬嗎？丹叔啊，什麼？酒醒條，你們都是一場也還有生命哦，還有呼吸啦，還有脆度，很脆沒錯啊，但是有一種酸溜溜的感覺。因為條先會加個蜜酒啊，加到這個醋啊。哇，大家都知道用音的哈，真正我我會翻哦。你翻之前可不可以先跟我們有翻到嗎？有翻到嗎？跳一下而已吧，感覺有翻就好了。然後呢？該片嘅醬醋係用桶嘅啊，係用桶嘅，等下我要過炒過。哦，客家啊哈。你吃的東西要有熟透啦。不過我哋一片嘅豬要拌。對啊，有鬆毛啊。有鬆毛，有鬆毛，係咩唔掂呢？係咩唔掂？
有吗？有吗？来，我第他那酱黑好吗？没关系，等下还要炒。对，还要炒。有阿婆在啊。战略是等一下还会炒。只是让他玩一下。先让他拌熟。但是我大胆假设，那个红萝卜的形状是冠群切的。真的不是哦，先拉拉。妹妹谁训该拉。其实俺研学冠军研究了，差不多5、6年有了，天拜冠军主菜呢。哎，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问问看？他怎么看哥哥？都没有问过他。就抬头啊，因为哥哥蛮高的。哎呀，用办法爱。甚至哥哥真给对你来讲啊，嘿，懂照顾吗？系啊，懂照顾爱啊。一开始来台北无嘛个钱，伊要老本爱钱的。哦，哎呀，钱穿这么多哎，拔掉，禁止炫富哎。跟啊哥哥还有嘛该也转上看。哎，佢会冲过，佢懂会冲过，现在来唱一首，那么关。哎，你语气太高了。你长得这么帅不要这样走谐星路线，有些会被国天带坏。对，必须广区今天动好闯够停，他的唱歌是专业级的，因为今有唱歌有动到选秀节目啊，都是那种打头名哎。该系乜改？用妈系啊？用妈选头。哦，他能干嘛改？系啊系啊。大概是厉害嘞。哦。因为台语也用过呢。哦。哎呀。那个是要给甚至吃。对，等下谁敢抢哈？剁手。怎么个分开炒啊？冠群。啊，咁咩唔知一起。现在一起了。可以一起了呀。现在倒一起，那个锅子来炒那个。这个倒一起。倒一起。好，今个感谢一下冠群啊，因为下礼拜得到听众中有一集就会绕场机会访问。就是这样，你有没有分奖金给他？那个有车码，有车码费。你说500块吗？他有帮我申请比较多。对，就是友情价，我觉得好玩哦。后告之后嘞。那你知道他领到10万吗？好啦，我偏就啦，我偏就。他能叫个投东西吗？倒进去哦。倒进去。但是我看你们还有雷梦也还干吗？摆盘的吧。拿嘞。我要油。倒点油。我天天炒哈，我都要可以那边看哦。哦，我们进度是不是有一点落后？没有，他是在等我们。妈妈谢谢时间啦，因为特别中马事情不会轻易的嘛。他对我们小孩子都很支持。都想呀。所以有兄弟姐妹。有，我们有4个兄弟姐妹。哇！我还有老三。中人今天非常友好啊。虽然佢到台北转经动武汉係利用機會帶媽媽出來啊，上節目啊，感受一下冇窮人嘅經驗。對啊，都有心，人生經驗啊。剛剛是調味是加鹽嗎？還有冇其他嘅？冇嘞。跟講嘅飯條咧，飯條加一陣淋到去。那個是熟的，又是炒的。黃球的動聲音學咯。可是你一般煮呀，没会落5步哎，也会捞挑花生下去，对，那炒会上来吗？所以你就做嘛给磨标5步的啊？5步的我看见他磨一些的，然后就放花生，重点这道菜係中人嘅口味，所以唔可以用古怪嚟放出來拼哦。好，你來倒酸咯。煙頭馬上開始倒酸。10、9、8、7、6、5、4、3、2、1，時間到，馬上出來試試看呢最杯米罐內部開料理開針對哦。呢個呢係醬醋哦，老記來編出來料理下，試試看那風吹嘅。醬醋油菜是新工一般的，那個炒到東鄉因為有加嘅鹹菜。呢米土當針對嘅，一加做嘅鹹豬肉加當好食咧。其實哦，醬醋呢佢就會搭配下嘅鹹豬肉係最夾嘅。所以要減喎。要。要加曬。嗰個要落嘅5步嘅啊，米土要較減。三叔啊，有冇？係只有線條。基本都是一場嘅。有生命，還有生命哦，還有呼吸啦，還有這個脆度，很脆沒錯啊，但是有種酸溜溜的感覺。因為頭先該會加個米酒啊，因為米酒然後該醋啊，該 set 強用加到這個醋啦。我哋咩加到水啦，嗬，摸是就摸梅咧。米是安尼，就是較，還是講冇老嘅款嘅醋吼，都
唔會按酸酸都夠好食。好，你下完全嚟一套，呢係用梅花肉嚟炒嘅醬醋，結果你試看。哦，我蛋醬用醬醋嚟品價，我下中意攬出嚟一片咧。毕竟这种我妈妈炒这种三蔬炒梅花肉，这样外面其实都百元热炒都有卖，但是吃不出像家乡自己调味那种感觉。哎呀，外面吃不到。三蔬的脆度哦，然後該剔挑該也是這個脆脆的，非常的搭配，還有色澤也搭配得非常的好。就在師傅응用版拼盤呢，夾夾了可能。甚至師傅搶本本書。哇！好，你下最尾一票吼，看一下啊，鳳哥搶本本書。哇！享受。甚至先公平。好，其實講兩組都做到同好身。把那個山蔬跟梅頭煮到凍好，我先講爛腿呢片好咧，好爛腿呢，而家山蔬嘅口感凍濕潤、凍切、凍好身，紅腿呢片呢，我就食到我阿婆從頭轉起呢，就兩個阿婆嘅梅頭，就一層一層疊上來，哦，有蒜頭啦，有香菇啦，還有小魚乾啊，整個搭配起來呢，就我不卡嘅梅頭。還有蒜絲啊，你冇講到。哦，你阿個係做唔得講嘅。哦，你下話阿鳳哥嚟公平。哦，我咪本該藍隊吼，吃到有個主要嘅香甜味，又出到炒到有唔係甜咕嚕，啊食到有甜味哦，真緊啦，啊像個山蔬食到未切，啊我冇本紅隊其實凍豆爽一點啦，佢並可能算是並下多一啲啲的，食到冇個山蔬嘅味道下冇啦。是正常的原因啦。好，兩組都表現得都好，畢竟兩組呢都是花蓮之光，馬上出來頒獎嘍！耶！你們也終於都錄音了，甚至也圓夢了。就坐在你看，他等於是把他們的男宿舍底度的所有的室友，向他搶到節目當中，還有呢，是孫的一個好心，來一個好心都倆。成績已經出來了，兩組都可以得到冠軍哦！鼓吹得到1000元的感彩金。來，看一下藍隊呢一片咪係大票名2200條嘅加彩金。小米阿姨哦，今日煮食到甚至煮會出來不打幾多分呢？100分啦！100分。講佢咩當然好，唔看係搶幾來，佢就真件都特別呼啦下來，當遊戲咩？因為好夠啦，冇六個愛用注冊嘅節目啦。我感覺挺好。用兄弟啊，用動就好。阿婆，如果覺得他們兩個不錯的話，記得追蹤臉書 IG 啊。除了基隆沙鎮啊，也是要追蹤一下中人啊。再看一下。而且我覺得媽媽今天有多厲害，嗨，又都緊張呢，挺緊張的，該啊。制作單位讓我這機會讓我跟我媽媽一起出來，我覺得這很開心，因為你們的制作單位才有媽媽出現，因為我的存在，所以我真的很謝謝大家，謝謝。衛生紙證拿過來。中人他在抖音上面讓片妹很愛用小扣，我僅僅看得出來吼都。我看你很孫紅哦，那種真性情的展現，真是最感動人的。今頭年呢都會來到一家自助節目啊，圓夢呢，不管從播遷啊，咩老爸爸媽媽，叫下來啊留言，啊媽媽嘛，爸爸嫂妹叫下來留言。古時候你喺香港愛搬呀，不卡嘅爸爸媽媽、阿公阿婆，冇叫嘅肥嘢的話。分享你啊，就叫他組隊來到一家之主的報名。今日美動感謝玉鳳阿哥，還有感謝所有的來賓，美旭夢所有的觀眾朋友，記得打電話大家都報名參加比賽哦。什麼太出家記得我接收看你嘅節目，行家來參加分享有冇卡嘅好料理，下禮拜再見，拜拜。